苗栗草口番瓜博览会今年办第8年呢，也变做地方上的大事情。见到这个时节，农民想做嘢种出大番瓜，做出各种嘅特别造型，向游客嘅注意。也因为番瓜博览会嘅举办，本地后街的天球巷开始种出大长、贵饱满嘅番瓜，农民也增加为另外嘅收入。强有的番瓜笼，地位有改道形式有芒色见怪的番瓜，theo拿我嘅来看，色身改道各种造型的都有，上到像天鹅的天鹅瓜，四杂有改定颜色，像鼻贴的福瓜，现来个古怪，像迄品种就有14种。其中后背也就千多嗰种嘅各式各样嘅嗰种嘅造型嘅啦吼，唔管你看你风风溜溜啊当江啊吼，要差唔多有30-40种嘅嗰种不同样嘅品种嘅嗰种嘅番瓜，今年嘅番瓜呢要较多彩多姿啊样。苗栗县草口乡举办番瓜博览会，今年第8年呢，像系地方上嘅大事情。农民想在野种出各种大型嘅番瓜，推而做出造型，可比奖比形式，有嘅卡嚟艺术师，有嘅把嘅开天庙，还有嘅卡嚟15图，就系爱上人来看。我摘前差唔多15年就卡落去，慢慢的吼，我有个人嚟，慢慢的思维普及了，那就是南瓜给自己保护自己，就讲给本人上到受伤诶，要慢慢的补转了。不过但强爱种出大番瓜就唔系简单的事情，番瓜种体田康爱上涨也能为大。也当中係講多到連能嘅下熱落太熱，日頭鐵辣天熱，農民就會受到實在唔得。大番瓜皮要嚼，品種選種一定要注意，沒有帶菌的那個苗，然後就最主要就係水，清涼落太水。嗰落太水还要春日頭，也當冇照顧，所以說能夠像也安太早啊，當然我們就要當細心的照顧，這樣有辦法都安太早。伊辛苦哦，種下番瓜吼，就像比人熟悉人嚟行較辛苦啊，要講佢講種下落去，講佢風吹日曬啊，一開始講佢本蟲嘅咬啊，本嗰種嘅吼，平蟲嘅就嗰種嘅就嘅唔會太啊，佢太地位要講佢會錯緊嚟像係拍粉餅，千樣係番瓜就千樣係拍粉餅，一時行嚟吼都也被切到千難以數成。出來演一條減風歸大人的番瓜，一粒太麻古粒又飽滿，也係農民辛苦的成果。阿鳳把見過一粒如像保養的歸溫柔的豚番瓜表皮面紅的嘢奶茶的所喝，如像看古聖人的樣的真難下。基本的動作啊，慢嘅安尼7,000唔知會清氣，唔知會，這刷甲背的啊。我那個背過是唔是刷拉3萬都無啊？我今年番瓜高發時期天時冇連能落雨，打唔到又唔漲。一個月較大條，今年歹啊。為什麼今年比較不好啊？電無發啦，你落雨啊，叫落雨落一個電攏無發起來啊。就是3月1號種的，一定要90天以上就可以了。這就是它在授粉期怕雨水，所以結果率比較差。草口番瓜農種的品種，除了講紅色的東西以外，還有白色的梨拍、青色的葉片、呈青色的葉紋。味道一般番瓜的色看起來圓圓，生長期就會吞番瓜的味葉掉粉那裡，好圓圓的曬到日頭。它本來生出來不是這樣子，有時候生出來是側面生這樣，你這邊沒有把它板正的話，顏色就不會均勻。
我们有把它板正就会均匀，它比较没有病虫害，然后侵蚀我们的果粒。草桥乡推展番瓜博览会，对地方产业有其他嘅特殊。世界一到，农民就爱种番瓜，每家村都会爱水。因为按多年来政府自己是收工的吼，收工就浪费这个农个少一天啊吼，就当到个收无个农个无利用到，所以这也就产业纪念来讲，番瓜种番瓜，草桥乡来讲，种个面积按大，抗体按大，种个对也就相对对农民要增加收入啊。南瓜节到一下吼，已經辦了7、8年來。事實來講，除咗活動當中帶來外地嘅人嚟觀光客以外，我到農民自家所種嘅人嚟，所有嘅人嚟南瓜呢，價值也慢慢嘅已經提升起來。講我到農民嘅技術老品質也慢慢提升起來，所以講一下呢。就講對我們地方的產業來講，產業來講，真嘅有大大嘅幫助。推廣番瓜使用價值，草橋鄉農會每前來廚師用番瓜做食材，做出各種嘅創意料理，同菜地嘅傳統一炸交流，研發出很高好食的番瓜餐。一般市售的那個龍蝦沙拉、龍蝦沙拉肉部分這樣做混合，這樣吃起來比較有那個海鮮的味道。一出必煲番瓜焗行過後，小碌碌嘅掉出來，食香味都有，看多人在蠻想吃。口味部分都是有點像西式的感覺，然後可是有帶點南瓜的甜味，把南瓜的甜味整個釋放出來之後，然後再搭配我們的美國空心菜部分，吃起來口感比較滑嫩這樣。填一些那個南瓜內餡。南帶豬排地杯，除咗起司之外，還加入番瓜醬，聽日發發嘅一天，吃起來會清爽。用南帶豬排裡面有加起司的部分，然後我們加一些南瓜泥在裡面，然後去炸過，搭配我們這個醬汁的部分，我們醬汁部分有那個就是有南瓜跟杏鮑菇部分去炒過，然後做個醬汁，黃色醬汁的部分，這種菜部分可以運用在那個今年的那個南瓜造橋南瓜節的部分，它很多那個民宿餐廳的部分啊，他們可以做來套餐部分。番瓜博覽會草橋鄉親田同起來，三網皮育出草田古古怪怪嘅大番瓜，用心致力種出香甜有甜嘅番瓜，也係草橋人勞心又勞力打造出來嘅飲食奇蹟。